我係單刀啊！各位來賓，腸道健康講座長式健康由便便開始，將喺5分鐘後舉行。有興趣嘅朋友請到 B111便便館參加。另外，短片播放區嘅節目步態評估分享會亦都喺5分鐘後舉行。有興趣嘅朋友請到 C 區短片播放區參加。多謝。各位來賓，歡迎嚟臨樂齡科技博覽2025。今日博覽會嘅公眾開放時間係由而家去到下午6點，敬請留意。Dear visitors, welcome to the Jumbo Tech and Innovation Expo 2025. The expo will be open to public from now to 6 p.m. today.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. 今年樂齡科技博覽設有幾個特色主題館，其中一個係位於展位 B111嘅便便館。唔少長者對於排便呢一類話題難於啟齒，其實從排便狀況可以反映早期健康嘅隱患，腸道健康正逐漸成為長者健康管理嘅重要指標。主題館透過趣味互動裝置，以開放與理解打破禁忌，將排便話題轉化為寓教於樂嘅體驗，希望提升觀眾對長者排便健康嘅認識，並善用科技同設計營造家居社區如廁友善嘅環境，改善長者嘅身心健康。有興趣嘅朋友請到展位 B111